头一件，飞机顶面的群聚感染事件，和这个技术甲康复人员的防疫措施，又搁引起讨论。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接受质询的时表示讲，会去严查技术伫基层内防护，若真正无落实挂嘴暗，就该罚钱。另外，针对检疫时间，会承诺讲，这个进一步检讨甲加强。10天后，全台湾要迎接最大的群聚活动是啥物？跨年活动。至于中心表示讲，会拟定跨年的防疫指南。 憋出第一件飞轮机顶头群聚感染的事件，即马唔爱追查主要传染者纽西兰机水踪影，更加查伫机舱内底敢有做好防疫的工作。因为特殊工作性质而有不同防疫规定，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防疫量呢？不同的规定之下，那必须严守规定。 所以有没有严守规定，这是我们这次在查核的一个重点。那显然看起来在飞机上面，有症状没有戴口罩，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严重的错误。我们会针就这一点，我会予以处分。不过大家烦恼的，还有居家检疫的时间。 即卖技术只要3天就会使出关，嘛就是若是受到感染14天，只有头前3天有项严格管制，恐惊嘛会变做防疫的空棚。应该在他出来之后，应该自主健康管理。那看起来执行的不是很彻底，好，这地方我们会检讨，因为加严。当你一定要缩短检疫的时间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增加检验的次数。 增加检验的敏感度了，就是你要保证他上飞机的时候呢，尽量是不带病毒的。唔来检讨空服员的检疫规定，指挥中心嘛要面对全台湾上大的群聚活动——跨年晚会。但是中强调会进一步讨论相关防疫的办法，明定全国性跨年防疫的指南，让大家有一个依据。